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因为多市热岛效应，台北市阁出现39度7个高温，台北市也连续17天拢超过36度。今仔日新增加对3层对菲律宾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疫情指挥中心的要求讲，对7月2日开始，对菲律宾入境的全部爱体检。李美珍的论文风波伫政坛一直滚假，一寡政治人物的论文也互调出来看。今日国内又阁新增加3位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对菲律宾入来的。也因为菲律宾的疫情愈来愈严重，而且带病入境的真侪拢是对菲律宾来的。政府也规定讲，对7月2日开始，只要是对菲律宾来旅客，全部拢爱体检。国内阁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拢是对菲律宾来的。第456例是50多岁男性，伊是菲律宾籍的配偶。去年1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13开始，小连续出现家扫亚线，捌伫咧当地看医生。20登来台湾的时阵，因有家扫头壳疼的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毋过结果是阴性。后来家扫甲伤厉害，搁一届采检才确诊。第457例是30多岁菲律宾籍的男性，今年3月份去菲律宾探亲。7月13登来台湾了后，居家检疫期间出现头壳疼、皮肤芳草、发烧等等的症状，就医采检确诊。第458例是30多岁女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14开始出现发烧、皮肤芳草、落屎等等的症状，伫咧当地快筛是阴性。7月22登来台湾的时阵，主动通知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才确诊。那目前我们有掌握他的接触者5人啊，都是同班机前后2排的乘客，会列为居家隔离对象。指挥中心表示，菲律宾的疫情继续清关，是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属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再加上台湾7月份以来确诊的11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有6例是菲律宾来的。为着确保台湾防疫的安全，从7月2日开始，但是到菲律宾飞返来台湾的所有旅客，包括台湾人甲部分外籍人士，譬如讲提居留证、居留签证、移工、境外学生等等，无论敢有症状，入境的时阵拢必须伫机场完成采检。有症状的人送去集中检疫所，等待检验的结果，无症状的人是返去厝里，还是去防疫旅馆完成居家检疫14天的部分。近2周，菲律宾它大概每天都以1600个这样的一个病例，平均1600个病例数在增加中。那也回顾看一下它的一个检验的量能。那它虽然以前的检验从以前的2000升到现在的一个每天检验25000人。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菲律宾往回台湾的航班，每礼拜总共有7班，每一个班次不到50个人。到7月1到22日为止，总共有696个人到菲律宾入境台湾，其中有6个人确诊。若是目前国内累计确诊人数有458例，分别是367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还有36例敦睦蓝队。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劳工。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一礼拜放无薪假的人数比顶礼拜增加75间公司，到今已经有1049间公司伫咧放无薪假，大约有25000多人受到影响。虽然政府强调讲失业率加放无薪假的人数拢伫咧降低，不过那也会智库调查，讲有要到7成的民众认为放无薪假的毋拿一个数字。中华鹿港电环部是生产水果金的产业重镇。根据水果金产业发展协会指出，大约有7成供应来自3成接国外的代工订单。不过国外疫情忧患严重，水果金业者指出，国外订单至少只有5-6成。纯外销的工厂的话，就可能比较辛苦了，就需要轮休排休了。需求减少连带影响订单，也让产业面临未少考验，想办法度过这波寒冬。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上新一期的无薪假人数，国内就有1049件，比顶礼拜增加75件，影响人数达到25208人，比顶一期新增1601人。以制造业甲大微小企业影响上大，其中精密机械、中小制造也上侪的台中市感觉更较明显。正油产业的影响，就连带了整个那个生产的供应链它就连锁的那个反应。那小型的话，它
大部分呢都是只做部分的代工。以台中市的情况来讲，目前累计主动通报无薪假的有411间业者，影响6034人，其中制造业有121间，大卖业101间。通报劳动部实施的有130间，人数有3285人。因过前劳动部长陈雄文指出，政府公布的失业率甲无薪假人数都有降低，数字伤过美化。很多劳工呢，因为正职工作没办法做了啊，所以做这个部分工时有关了。在这个马路上看到这个摩托车在送这种各种食物，但这个呢都不是劳工长远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陈雄文指出，无薪假人数伫初一累计31816人，写落我10年来新悬，结果2礼拜了后，大减少8000人。6月份的失业率更较罕见的下降3.96%。因过民众对后半年的就业前途也是无乐观，呼吁政府应该检讨政策，才会当将危机化为转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又原是热翕翕，在今下晡2点外出现39度7的高温。气象局表示讲，温度一直升悬，是因为太平洋高压电港加中国华南一带小空气吹向台湾来，搁再加上台北的地形是凹凹的盆地，才会造成多次热岛效应，而且台北市也连续17天拢超过36度啊。气象局的温度分布图，全台拢红记记，大台北地区更加出现超过38度的桥色。下晡2点19分，气温来到39.7度，是台北气象站对1896年建立以来所测到上悬温的记录。今年7月，台北市已经连续17天悬温拢超过36度，也创下历史的记录。今天太平洋高压的这个沉降是比较强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今天台北盆地它是散热比较不容易。那第三个呢，就是都市的热岛效应造成的。第四个就是华南有暖空气平流到台湾的上空啊，这4种原因呢，就是造成台湾地区今天高温炎热的主要原因。气象局讲，历史上全台上悬温出现在2004年的台东40.2度，主因是锋面型的西南气流造成受风。排名第2的是2004年台中39.9度，面对风台外围，点来气流影响。第3名是1988年台东39.7度，因为锋面型的西南气流造成受风。根据卫福部统计，这个月的伤害已经比去年增加大约3成。急诊科医师特别提醒部分用药民众爱注意，亲像食抗胆碱作用药物，要治疗皮炎的抗组织胺以及高感神经作用剂、抗忧郁药物加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因为这药物会影响身体调节体温的功能，所以要特别注意通风，莫去拍掉。现在的患者会口渴，会喝大量的水，但是他在汗腺的排出上并不会效果并不是那么好，所以要请这样的患者多多注意。天气热热，用电量也上升。台电统计，拜五上悬用电量在下晡1点48分，是3755.7万千瓦，是今年以来用电量第3多，也是历年来7月加历史上用电量第3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高雄市长补选的问题。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李美珍，因为论文讲抄的风波，伊宣布讲要放弃硕士学位，也要甲选举公报顶头的硕士学历提掉。不过，中选会表示讲，选举公报顶头的资料，若准备修改，也已经超过期限了，是袂使固在候选人讲要撤销的就撤销的。而且这100多万份的选举公报也拢已经印好啊，袂当定印。其他候选人也呼吁李美珍赶紧甲代志讲好清楚。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24早起就去高雄基山妈祖庙来拜拜，要挑战高雄38行政区第24小时以来拢走一遍。李美珍亲自基站拼感情，毋过因为论文抄袭的风波，到今也阁真歹收煞，就惊讲去影响到选情。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决定出手。除了表示无法度接受学术抄袭，亲身打电话沟通，希望李美珍会当勇敢来面对这件代志。主席因为提名我了，所以他也支持我的决定。他就希望说鼓励我，然后他觉得有说现在选这个要加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把它承担下来。我们很这个心平气和的聊一下整个选战的一个状况，还有他目前心理的一个状况。后一步要安怎做？江启臣爱李美珍家己决定，就算23李美珍大动作宣誓要放弃学位，
而且甲选举公报顶悬的习俗效力提掉，想要挽救选情。毋过中选会表示，超过上尾时间是袂当记载候选人家己宣布撤销。另外，市长补选的选举公报超110万份，嘛拢已经伫要印了啊，无可能来定义。毋那安尼，对手阵营嘛，搁一届呼吁，应该赶紧甲代志处理好。3分钟能够解决问题，不要拖3个礼拜嘛，就拖到选举都结束了，那这样。大家会质疑江主席的处理事情、面对问题的态度。我想论文要规规矩矩写，这个是台湾的碰到，不管是教授在学界、在政界都有很不好的习惯哦，大家都追求形式上学历。高雄市长补选意外爆出论文抄袭的风波，中山大学已经召开第1届审定委员会，经过出席委员的比对，发现李美珍学术论文内容的字，甲董正元教授含雷正如的学术论文有影真相共。会继续送校外公正学者来审定，预计伫咧3礼拜以内就完成。目前选战进入最后的关键时阵，论文抄袭风波嘛考验南亚危机的应变能力。记者做报道。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所引起的论文风波，要真侪民众去到国家图书馆的网络资料库查看政治人物的论文。目前民众上界好奇的就是民众党立委蔡碧如的论文。另外，那也要讲真侪立赢的政治人物，因的论文可能有问题，应该要有全国式的查核平台。教育部也讲会和大学来做讨论。受到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论文抄袭风波影响，最近到国家图书馆网站找政治人物论文的人加真多。实际查询上多是民众党立委蔡碧如的硕士论文，李美珍第3名，单局单期卖家赵天林也在前10名。国民党立委李德维是质疑，民进党也为少政治人物的论文有问题。像是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论文，因讲就是世界倒来倒去的。当然，苏家全秘书长会说，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中山大学已经为他做了一些背书保证。但是，我想连一般人用自己比对的方式都会觉得有疑义的话，是不是应该更严谨的来做出一些比对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些审查。一个政治人物在这个事件之后，我想一定会被拿出来以高度的放大。那么大家就是把它丢进去，然后很清楚的，而不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故意转移焦点。可是转移焦点，李眉蓁抄袭就是抄袭。李也互网友质疑论文出现乱码的赵天林，也伫家己面册澄清，确认研究架构正确无错误，更加呼吁李美珍爱承认错误。而民进党立委陈廷辉也以家己为例指出，伊的博士论文毕业的时阵有经过学校的查核系统检验，也呼吁所有大学也应该落实学术伦理加查核机制。而且都有把关机制，那是不是都会利用这一个中央图书馆的这一个论文查核系统啊？各个学校的制度不一，如果说教育部对这个部分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相信会因为这个事件使得论文的查核更加的严谨。根据统计，最近5年来有17件因为论文抄袭而撤销学位案件。而即阵包括台顶真侪大学已经有安置，也是研发出论文的比对系统，只是对着是毋是建立全国学术论文真实性查核比对系统，适用国家图书馆的论文资料库，由教育部来建立查询比对的平台。教育部讲应甲大学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自昨暗到今透早，拢有民众看到咱国军的战机真着急的起飞，有一寡军事迷表示讲是受到中国战机的扰乱，咱的国军才去甲因驱离。不过国防部拢无对外来表明，而且今年中国解放军已经来到台湾扰乱21届，拍破英国纪录。有专家表示讲，可能是甲中美伫咧车拼有关系。另外，中国也宣布讲，25要伫南海进行1礼拜的大型演练。西南空域高度8000公尺的中共军区注意，你接近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最近以来，台湾空气无平静，南部军事迷将就记录到中国军机伫23暗时7点外到24半暝点外侵犯台湾西南空气。台湾的战机紧急升空，已公布真侪届驱离，因为全台湾的空军基地拢有战机去互看到伫咧半暝紧急升空，状况是真罕哩快，而且因为战机的声音真大声，台南基地边仔都有真侪民众半暝惊到吵起来引起讨论。啊，毋过空军无好日甲证实，敢若强调精神拢有掌握。大声半暝做真嘛？你困拢会醒啦，
地位做好困啊。无正常的，无照迄个时间去配合，阮就知影讲啊，遐佫有状况啊。空军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情都能够全程掌握，而且会有适当的应处。那么目前情况都是正常的。根据军事秘书的记录，这已经是今年第21届中共军机扰乱台湾，超过过去几年上悬20届的记录。判断是甲中美伫南海军事比拼有关系。中国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推特平台就指出，美军日时出动 P8的海上巡逻机甲侦察机出现伫咧台湾巴士海峡附近，前几天佫有几只进入南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嘛伫咧推特宣布，要伫咧7月25到8月初2，伫咧南海门户、雷州半岛甲西海峡进行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反正美国的意思是正当。透过军事演习，互相传达这个政治讯息，或者是秀肌肉，摆出对抗的姿态，它基本上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再到美国雷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甲日本、澳洲则伫咧菲律宾海进行联合军演，佮加上最近美中特领事馆的争议，拢互美中紧张的情势佮欠悬，可能影响到区域和平。黄介正建议，这时阵台湾应该避免加入去双方对抗的情势，对咱这是较有利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美的小对象，美国伫21要求中国爱伫72点钟内把休斯顿总领事馆关起来。中国外交部24也做出反制，要求美国爱把成都的总领事馆关起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英国为着要甲中国做交流，却无顾全大局做法是失败的。自由的世界应该做回来改变中国。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美中两国最近一直有冲突。美国21下令中国72点钟内关掉休斯顿总领事馆。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指控美国单方面压起事端，并且伫24伫官网宣布，要求美国关掉驻成都总领事馆作为报复。此外，美国政府也指控有4名中国籍人士隐瞒解放军的身份入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逮捕3人，另外1人藏伫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美方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这完全是恶意的污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伫加州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以前总统尼克森当初想要开放中国，走入世界好意已经无有啊，需要舍弃相关策略。President Nixon once said he feared he had created a Frankenstein by opening the world to the CCP, and here we are. 蓬佩奥指出，因为欢迎会当使中国自由化，并且促使以遍地友善的时代已经过去，美中交流并无带来尼克森不望的改变。中国利用自由开放的社会进行对外宣传，却反倒转来要求西方企业对人权的侵害袂当出声。If we want to have a free 21st century and not the Chinese century of which Xi Jinping dreams, the old paradigm of blind engagement with China simply won't get it done. We must not continue it, and we must not return to it. 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23也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等训练，扩大台湾军人伫美国受训的可能性。国会也建议依据台湾旅行法，应该增加美台各界军事将领交流、甲人道灾难救助合作等。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日前台北钱柜 KTV 发生火灾，也逼出建管处的承办人员，甲人吐空米箱的牌台，互法院改裁定60万交保的建管处承办人员詹华总，23号发现讲疑死伫南湖大桥桥骹。台北市政府也随启动关怀小组，督法局长也表示讲社会言论的批评，予伊正大压力。我知道大家的压力很大。然后有状况的话，要说出来。台北市建管处的办公室气氛真低迷，副市长黄珊珊甲督法局长黄锦茂特别去探视，希望莫阁有悲剧出现。黄锦茂嘛表达家属的意见，认为社会舆论无信心判，造成真大压力。总统府的那个电梯的问题哈，还有立法院的那个住宿会馆的问题，以及世新大学的那个电梯夹伤者的问题，其实这个都跟我们同仁曾华崇他并没有关系，他没有视频助理。最近的氛围就是未审先判啊。
黄锦茂强调会改善真正行政管理，对相关人员的听取和调令。啊，等调查结果出来，才个处理。为大巨蛋案到千过火灾案，市长郭文摕真侪间对监管处表达不满，因此嘛互质疑，无论无性审判的讲法，佮加上郭文摕放话讲要连做法，造成压力有关系。只要出现这种叫系统性的贪渎事件，就是说，如果是个人行为那就算了。这牵涉到系统的，一律连坐3级，主观全部拔掉。董事长只是说一个制度的问题，他不是针对监管区的。黄珊珊赶紧替郭文摕讲话，唔过哪里市议员说把问题指向是郭文摕。柯市长又怪罪给媒体，说是媒体捕风捉影。其实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柯市长本身就是一个卸责的一个市长。都是你在惩罚别人，那谁可以惩罚你呢？就让你8年的爽爽做完吗？所以我认为他的连坐法完全就是帝制的思维。台北千过林新店嘛一场大火，烧出监管处电梯安检收钱的疑问，嘛损失一条公务员的性命。对另外一个涉嫌的董玲，黄珊珊强调，伫司法判决出来之前，相信伊的清白。记者郭灿图记者台北报道。伫咧去年正月，高雄有一位3岁查某囡仔院去互加油站自助洗车的空气喷枪钻着喙，就安尼就来死亡。检方认为讲无在场的老爸就要负起照顾责任，叫我头地方法院在今仔日1审认定，判这位老爸过失致死，要关1年10个月。世公父亲2019年1月带3岁查某囝到加油站洗车，囡仔捡伫加油站意外身亡。父亲迄当阵讲，查某囝耍空气喷枪无细离放伫喙内，造成气胸，背下气症送医不治。检方认为，世公父亲照顾无好势有过失，警察将结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2是桥头地院1审判世公父亲1年10个月有期徒刑，专案也可以当上诉。曾经不慎对邓彤的脸部喷起高压气体。那又因为他把喷枪遗留在车内，邓彤是使用双手，他是可以按压那个喷枪的。那因此法官认为，邓彤也有可能触摸按压喷枪，使他喷出高压气体，导致死亡。针对查某囡仔母亲控诉世公父亲涉嫌杀害查某囝，法院表示无相关证据会当证明世公父亲超故意杀害还是伤害囡仔致死，也强调，若父亲真正想要杀害家己的查某囝，会当选择武力空间来做犯罪行为。对判决的结果，查某囡仔妈妈无法度接受，对囡仔死因也是充满疑虑。我觉得不满意，完全不满意。我女儿很明显就是她已经肚子里面有用药了。那有用药的状况下，她的精神状态跟生理状态怎么可能拿喷枪？查某囡仔的妈妈表示，一定会继续上诉，专业争取，要为查某囡的死找出真相。查某囡仔父亲目前因为另外案件侵占客户款项判2年半定案，当咧坐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市的市区李家溪，去年有民众发现讲溪边有人伫咧农地动工，今年却发现讲是要做堆肥处理厂，专门用来处理垃圾的。当地民众知影了后，随去县政府抗议，不过县政府却回应讲一切拢是合法的，也强调讲最后的决定权伫农委会，会向农委会反映。招牌洪元里的里面摕抗议布条行去县府头前的广场，大声抗议表达无爱堆肥处理场。向抗议堆肥处理场要起伫台东市李家溪河边已经动工，面积超有1公顷，逐工会当处理14吨的垃圾、甲猪牛的屎。当地洪元里的民众烦恼讲，堆肥场的污染厝内环境的空气，而且李家溪对花阁有粪扫大坑场，无反映有可能会造成空气污染的堆肥场，要求县政府撤销起的许可。洪元里的学校遮尔水，遮尔美丽，是安怎就要搁来迄场，搁要放加屎？早会以后其实是咱公司内无解决的理由啦。县政府表示，民间用私人土木用地来起堆肥处理场，定数拢合法，县政府依法行政袂当拒绝。不过当地民众也是要求停建，向县政府交定情书。把给这样挑出来，就是给我们县政府一个很大的资源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种力量来去做很多的道德劝说。县政府农业处强调讲，这座堆肥场尚未因为许可款籍伫咧农委会，县政府会向中央表达居民的疑虑甲诉求，看敢会当卖合法因为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美国，因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0万人啊。不过，因的职业棒球却伫咧
超过400万人的共工恢复比赛。另外，美国总统川普23宣布讲，8月的佛州共和党代表大会特别取消，也针对日前有讲到后学期放心学生囡仔去上课的情形，也改变伊的讲法。美国国内申请失业补助人数也是大大增加，一寡投资者也烦恼经济问题。美国的股市223随也开始了。美国总统川普23宣布取消原定8月伫佛州举行，将提名已经选连任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原因是安全考虑，并且将以线顶模式进行，避免分组。不过，伊强调，家己将以无共形式对外演说，共和党也将以快速方式提名伊参加11月总统大选。I just felt it was wrong, so I told my team it's time to cancel the Jacksonville, Florida component of the GOP convention. It's just not the right time for that. 美国第23新冠病毒确诊数突破400万，原本举行党代表大会，佛州即马是全美国第3大疫区，严重程度只输加州甲纽约州。佛州23通报史上第2高的单日新增确诊数10249例，死亡累计5632例。It's extremely busy, so we're full. 川普真正也表示放心，予囝儿秋季开学到学校上课。23态度软化，表示疫情严重的地区应该考虑延后开学。I hope that local leaders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children, parents, teachers, and not make political decisions. 美国股市23收盘大波，全美国顶礼拜超过141万人头一摆申请失业给付，是我4个月来头一摆增加投资人对经济能力忧虑加重，尤其科技股大复侵，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淡薄2.3%。美国这帮23伫严重的疫情中开幕。邀请国家会面甲传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奇担任开球贵宾，由寻求会面的华盛顿股民伫主场迎战纽约洋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疫情进入辽宁省的大连市也出现疫情啊。根据到中国官方上新的通报，23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有21例，本土病例就15例，拢集中伫咧新疆甲辽宁。大连市政府也宣布进入战时状态，除了幼稚园爱停课以外，也要进行大规模的裁减。排查开始了。工作人员穿红雨衫入去社区，对寮顶的住户公布，伫咧北京、新疆等等的所在发生新一波疫情了后，东北3省之一辽宁省大连市嘛同款，经过111天了后，佫一届出现确诊病例。大连市紧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大连湾地区唔能封闭区域街仔路，呼吁人员沿路消毒，佮安排车来运送居民接受核酸检测。现在已经拉了3车已经走了，就第4辆车在等了。这全路全的检测。大连市政府的大规模检测19万人，甲2个社区升做中风险地区，要求全市幼儿园停课，安排检查重点地区的大型商场等等未必场所。中国卫健委18人专家团队，还有辽宁省卫健委的50人团队，嘛拢已经到大连开始疫情预防控制的工作。辽宁省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大连市报告病例。根据中国卫健委上新的公告，中国23新增加确诊病例21例，境外移入6例，本土病例15例，拢集中伫咧新疆、辽宁。新疆过一天确诊病例13例，19例是无症状的患者，拢是都已经放下俄罗斯寄来的。累计核酸检测采样1626442人份，高风险区核酸检测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新疆目前已经累计95例确诊，佮出现下市团报，乌龙江县佮标出福光市、绥化市出现大连病例密切接触者。中国疫情渐渐失去控制，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东北吉林省考察，把基层的人做好，这个任兵放浪起，稳坐钓鱼台。习近平强调，讲社区的关键也是伫咧加强党的领导，而且佮讲到钓鱼台主权，可能认为是利用对外议题，转移外界对中国水灾疫情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看到香港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在今仔又搁增加123人染病，到今因的确诊病例已经2300多人，16人死亡。就专家表示讲，这回病情会拖遐紧，可能是甲日前唔免检疫的人员甲康复人员有关系。另外，也风声讲，香港政府当咧规划临时病院。
香港的武汉肺炎确诊数连续3天超过上100例，确诊数搁再创下新冠纪录。立时宣布新增加123例确诊，115例是本土个案，其中远在入境事务处搁再增加1例，即阵总计4例确诊，也包含长期照护机构老人住民甲员工、港铁维修员、消防员拢确诊。香港总确诊数来到2373例，另外一个新增加1名确诊的老大人过身，总计死亡人数达到16例。冇源頭嘅個案啦，好多咧都係啲家庭主婦啊或者老人家，咁佢哋平時都冇乜去街嘅，咁通常都係可能去下買餸啊，去下飲茶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可能都請大家家庭主婦啊、老人家啊，都盡量減少去買餸嘅次數啦嚇。這波疫情擴散速度真緊，有香港專家分析，源頭可能是進前免檢疫嘅機組人員甲船員坐車登去市區時為何司機，這造成病毒來進入社區。譬如賓記比較多的士司機會去光顧嘅茶餐廳啊，或者一啲嘅食肆咧，係會見得到有呢一個嘅交叉感染嘅現象。新一批確診個案包括餐廳員工、確診者的名單，亦再新增加45間餐廳。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基講，當局會看疫情發展調整做法，無排除餐廳全面禁止佇內底食飯。香港檢查能量也有進步。香港醫學會警告，即陣全香港每工上最應檢查量是8,000到9,000個樣本，不過無受到檢查的無症狀患者，恐驚增加社區傳播風險。點解澳門咧係可以做11000個啦，新加坡可以做2萬個？係唔係測試嘅方法唔一樣？因為鼻咽癌嗰個測試同香港嗰個深喉唾液係咪有唔同？特首唔同。香港疫情嚴重，根據香港媒體《星島日報》報道，港府計劃在國際機場附近的亞洲博覽館興建港版方艙病院，預計提供上千床的病床。北京當局已經答應全力支持，提供各種相關設備。記者綜合報道。在咧中東時間23，伊朗指控美軍的戰機干擾因載人客飛行機，害因的飛行機起起落落，頂頭有旅客因為安尼受傷。不過美軍也表示講，飛行的距離攏有佇安全範圍之內。這個畫面就是飛行機頂懸的乘客用手機翕到近距離出現的戰機，經過技術甲戰機駕駛通話，對方表示伊的身份是美軍，所落來這隻馬漢航空115班機的技術，佇咧短短2-3分鐘以內。機身救援600英尺，了後佫恢復原本的34000英尺的高度。有幾個乘客受傷，啊，毋過攏無性命危險。這個事故發生的班機，甲畫面頂懸這隻空中巴士 A310客機是共型的。23代志發生的這間拄到荷蘭的起飛，目的地是黎巴嫩的貝魯特。於路途當中接近敘利亞東部的美軍基地，美軍隨出動 F-15戰機，由駕駛員進行監控。美方的講法指出，戰機甲客機保持1000公尺，超時3200外英尺的安全距離，符合國際規範。而且在咧確認是民航機了，就隨甲距離繞開。啊，不過伊朗方面認為，美軍就是針對伊朗的客機來的，想要干擾客機，才會致使客機在短時間以來調整高度，才袂去弄到，嘛造成乘客受傷。英國在冷戰時代，啊，個2014年烏克蘭危機了後，俄羅斯甲北約組織的軍機就真濟架像安尼近距離佇咧空中面對面，畫面頂懸看起來比這個美軍 F-15甲伊朗客機的距離佫較短，啊，毋過落尾嘛無發生弄到，也是飛行機向海真大力的狀況。所以代志詳細經過該單台佫較濟調查甲資料來證明，目前也是美國甲伊朗雙方講相平話的局面。記者綜合報道。希臘這個國家佫發生真嚴重的森林大火，在首都雅典的西南邊有一個波羅奔尼撒半島，這個所在莊頭所受到野火吞噬。市長宣布講進入緊急狀態，這場大火也造成900人死亡。山頂大火一直炭燒，烏色的高煙一直升起來，火風吹甲四界攏是。希臘的波羅奔尼撒半島東部沿海村莊開啟里湖郡爆發森林大火，已經燒2天啊。這場野火甲大面積的田也閣森林攏燒了，真濟厝也攏被燒去。
当局投入超过300名消防员来拍火，更加派出20只直升机甲无人机对空中来压水，也毋过效果依然真有限。火势一直炭烧到抗炸药的军营附近。必须地方政府在离里赶紧疏散6个主题区甲囡仔夏令营，到安全的地区去避难。加在即阵无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形。原本以为23暗时火势得到控制，不过在强风一直吹之下，又搁倒起来，野火更加快速向南部甲内陆地区一直炭烧去。开市里所在的柯林斯市市长强调，火势已经失去控制，宣布这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希腊热天真热真大数，因讲每年拢传出野火灾情。7月23拄好是希腊现代史上上严重的森林大火2周年。2018年当时造成雅典以东的海滨度假胜地马地村沿公路灭村，102人死亡，172人受伤的惨剧。官方报告指出，马地村大量违建造成疏散困难，警消疏导民众自行错误，需要互相推卸责任，拢是造成悲剧的人祸主要原因。这2年，政府也陆续起诉地方首长、消防加警察官员等20人。尽管司法调查依然继续在进行，不过希腊媒体却是爆出参加救灾基层消防人员遭到高层的威胁、施加压力、暗砍事情的录音档案。这阵马地村的重建有过也需要2年以上时间，村民真想要知影真相情形，也有善后方案，恐惊也等真久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纾困3点控追加预算案，各编2100亿，作防执行讲是先开钱才报备。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这一切拢有照规定来。另外3倍券的效果也受人质疑。苏贞昌也讲，3倍券会当带动各种经济。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出席国家搜救指挥中心的活动，而且表扬有功劳的人员，感谢因的付出。伊致辞的时阵讲到政府编预算全力支持，啊，毋过后疫情时代，纾困3点控，政府阁编2100亿，说起用这个公式先开始才报备。苏贞昌强调讲，一切拢有照规定。很多的国家编列大笔的预算，像欧盟刚刚通过是61兆，美国30兆，日本8.8兆的。此时此刻，我们国家不用编那么多，但是也必须要拿出资源来对于受困的产业民众，而这一切都是依照立法院通过的特别条例规定来进行。行政议会已经通过追加预算案，会送请立法院来审议。预计在立法院第2届临时会来处理预算案，啊，毋过编的2100亿，回报金额达到1235亿。等于讲用伫咧所落来纾困产业甲防疫经费，敢若剩865亿。在野党认为讲根本就无符合财政纪律，因为他即将在第2次临时会就要求我们要审议这样子一个财政的编列方式，财政纪律的不严谨，以及财政上面没有说服。国会也没有说服产业，在3.0的计划里面有很多都是延续性的项目。换句话讲，现在这些费用是不是已经花出？所以是先射箭再画靶的意思吗？防这个也阁有3倍券，行政院讲会当创造10亿的商机，啊，毋过实际总经费刷开511亿。苏贞昌认为讲3倍券会当创造各种加价的效益。各种加码都会超出3倍券，不止3倍的作用，而且这个3倍券是等于现金。就算政府鼓励民众使用3倍券，但是前总统马英九也是有真侪疑虑。苏贞昌讲，马英九看起来比蔡总统更较无勇敢，而且真侪观念甲做法都甲政府无啥共款。伊尊重马英九的观点，啊，毋过3倍券确实真正好用，嘛鼓励马英九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振兴3倍券实行到今已经1礼拜外，各县市也阁增加其他优待，要甲民众留着咧开钱，要民众要店家增加家己会当服务人客内容，所以各部会振兴券也拢会当伫营业使用。台南市的这个3倍券，还有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已经破亿了。台南市长王伟条摕着看板欢喜宣布，市府增加推出的消费抽奖送房送车活动，自15推出到今，累计消费已经突破1亿。如果在一定时间内突破去年的消费金额，好，我们还要加码，会想到加码。如果商家有借机哄抬，包括住宿费用，包括商品价格，我们一定要求消保官严加查，因为我们不容许
老鼠屎坏了这锅粥。考虑增加的同时，黄伟霆也特别点出，旅游人潮增加的时阵，若讲有业者趁机会有关大数也是商品的介绍，一定严查。而且，毋若是台南，伫休乐期间，花东各路大爆发，有花莲首经业者除了三倍券，也会当收农游券、客庄券，甚至有业者通过首经文化馆申请，所以也会当收艺放券。目前来说，农游券收的数量是最多的，大概跟振兴券数量是一样的。那易放券应该是刚开始才使用，所以说易放券到目前的使用的数量没有这么的多。我们在行前准备已经1个月了，然后它的基本上我们在网络上查了非常久，都不知道。限制很多的话，你还要为了特别去找那个可以使用的地方，变成会很麻烦。三倍券甲几种的金马券会当用伫倒位，也是如何使用上适当，也是有人无啥了解。总统蔡英文颠倒是亲身拼经济，到家己参与活动，也随提出三倍券买物件。570块是现金。另外，家己观农会也抢一波三倍券甲农游券，包括茶米、养生果物等农产品，全拢有优惠，也引起民众抢着买。希望伫互民众捡便宜的同时，也当促进相关产业的复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出现头一站本土天狗热群聚感染事件，虽然日前有出现头一个本土个案，不过伫咧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位，是一位住伫桃园区中安里60外岁妇人。这一例、第二例跟第一例是这个被同住家人哦。那这位是60多岁的女性，这一位个案，她活动地是在桃园市跟桃园区的住家跟工作地点。那另外，她这个指标个案在7月11号曾经到这个安乐的住家探视哦。疾管署表示，日前头一个致病个案有去到这位妇人人因兜行打，初步认定这是一站天狗热的群聚感染，目前也正在调查感染源。讲到最近健保的财务申请案，有专家认为讲，全台湾有领重大伤病卡的人大约有90万人，这寡人只有占投保健保的人只有4%尔，但离煞要开掉要到3成的健保资源。就团体认为讲，就要取消重大伤病者的免部分负担。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回应讲，会阁讨论部分负担的问题，希望达到公平原则。为减轻民众得到癌症者需要长期治疗的医疗费用的负担，只有健保重大伤病卡，就应免除挂号、药费、诊疗、住院，才健保部分负担。不过有专家认为，重大伤病不一定是经济弱势，建议卫福部取消重大伤病者的部分负担优待。怎么样让这个部分负担能够更公平的能够展现，不要因病而贫，那也达到大家公平负担的目的，这也是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题目之一。根据卫福部健保署公告的重大伤病项目，差不多是30项，到去年底为止。重大伤病人数差不多是90万人，其中以癌症领症人数上侪有40万张。第二是慢性精神病有将近20万张，全身主体免疫症候群有12万张。一年所付重大伤病者的医疗费用差不多是2139亿，用掉健保支出将近3成。健保署应该要拿出3成健保的这个细部分析资料，那邀集相关的病友以及利害团体来共同讨论，那这样才能在以不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下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政策。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台湾健保是采取收支联动机制，目前财务缺口继续扩大。未来无论是去保费部分负担调整等各种方案，拢在讨论当中。上紧要等11月，健保会确认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台语新闻专题。根据着消防署的统计，今年正月到6月，拢总有151件山区救援事件。这大部分拢是民众伫山区迷失路径，所发生其他受伤意外。中央政府开放3年政策到今也未满1年，不过真侪民众拢无家己爱负担风险的概念，这也是山域的管理机关甲消防人员的重担。
经过10天的超找，出动上百人次，直升机吊挂，总算成功把平安病院的副院长救出来。唔那高山，日前伫咧嘉宾500发生一日来回的登山客捡掉路跌落的意外，一名消防队员搁伫咧救援当中受伤，好在在路尾2个人拢平安。登山有风险，上界定发生的就是找唔到路、捡掉路意外。像这个所在离山厝啊，才150公尺尔，冇发生过有人行到碰无去的意外。也毋过，这后来有说指标来指路，上个重要的其实嘛是山友家己爱准备较真。大部分拢是吼，咱咧讲的迷路啦，走无去啦，唔知影要哪行出来。到尾啊，你着行袂叮当，行袂叮当，代志就会出代志。无水啦，这人的身体就较虚去，你要救伊，伊的时间就会愈拖愈久，这就愈足危险的啊。为消防署的数据看起来，开放山林以来，山域的事故和去年同期相比有增加的趋势。今年1月到6月，总共有151件。消防署是分析讲，4月防疫新生活启动了后，人潮拢往都市附近的山区去，所以新北台中这高山事件增加。要降低登山事故的风险，要正确来使用登山地图工具，定时回报作票给山脚的老手人。若是报案，爱原地等待救援。按照这个航机对咧行，然后你随时参考讲你已经行过迄个路有共款无？有热心的山友就用家己的专长制作登山专用的路地图，会当伫登山的时阵随时来比对路线，确认敢是有捡到路。路地图逐礼拜拢会根据山友所回报的状况来更新资料，会当讲是真侪山友做伙用脚行出来的。使用你若有正确的使用，你有练习过，有做好功课啊吼。90%吼，拢应该袂拄着即个迷路的问题啦。嘿，我感觉即摆问题遮济，大部分拢是拢无做功课，临时要上去，就去啊，准备无够。对，但是这次就会发现很多是那种完全不知道自己来干嘛的，把奋勇冲到湖边，然后冲回来发现，傍晚了下不了山。对，然后我们这边叫收容。对啊，然后还有那种，他走了29个小时才下山。对啊，那这种状况其实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去年中央开放山林，让民众方便登山，遮侪民众却无风险自负的观念，这嘛造成各地山域管理机关和消防救援沉重的负担。这嘛是为什么南投等主管机关甘愿红美保守，嘛无愿意来修登山条例。另外，山友目期待一套真正有法度发挥用处的登山险。目前行政院表示，即马搁伫咧和民间业者研议当中，开放山林背后的风险。向来负担，需要民众继续来关心。记者尤伟珍、张玉水、林坤明台北台东报道。讲到咱台湾今年到今拢无风台来，偏乌的南方四岛也出现旋乌白化现象。有学者表示讲，海水温度若超过30度，旋乌就开始白化。亲像东沙岛的内环海域，就30至40%的旋乌白化。海水温度若到32度，旋乌恐怕是死几片。旋乌拢变色啊！伫蓝色海水内底，规个看起来是白扑白扑。偏乌南方四岛一个当局数最近翕到旋乌未堪的真热天气出现白化情形。东极的比较山上，我们这样往下看就看得到白白的一片了，所以这个是代表已经蛮严重的了。中研院学者指出，当海水超过30度，旋乌就会白化；若是超过32度，就会真正死去。热天即阵已经到7月啊，拢也无风台过境来降温。若是高温无缓解，白化旋乌可能就会真正死去咯。小条鱼游来游去，东沙岛的内环海域旋乌，因为藻类离开褪色，最近屏东的垦丁、偏乌南方四岛拢出现旋乌白化情形，位在南海东沙岛也同款。那发现东沙呢，可以微微闻到一股臭味，白化现象是已经占了30%到40%，是水深6米以前。现在最担心就是7月没有台风，没有低气压，珊瑚白化可能是持续严重。学者讲，1998年声音现象爆发成过全球旋乌大规模死亡。即阵2020年极端气候更加严重，真烦恼状况会搁再发生。呼吁台湾研究旋乌的相关人士赶紧来进行全台监测。若是研究感觉无正常情形，就使提前一步对国际社会提出海洋的警讯。记者陈宏报道。根据着科学期刊最新的研究，用一摆着片的塑胶用品已经影响着大自然。这款习惯若无改，逐年流向大海的塑胶本数会对1100万吨增加到2900万吨。20年后，海洋本数会可能来到6亿吨。
非政府组织。国际个体废物协会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带动一出性塑胶制品的消费量。亚洲偏远地区的海埔，逐工拢有废弃的翠暗塑胶手套被冲上花。世界各地的本色 MID 对这破纪录的炸出来食品容器甲芒果包装。发表伫科学期间的上新研究指出，人类若是佫无改变使用一出性塑胶制品的习惯，当年流入海洋的塑胶将为1100万吨增加到2900万吨。到2040年，对照伫海洋的粪扫总量将达到60亿吨，相当300万只南京的体重。皮尤资讯信托基金会甲环保企业System IQ 的研究人员甲产业专家，伫这份叫做“泡泡塑料龙雕，将这海洋塑胶污染度线的全面性评估”的报告所提出的具体方案，会当将流入海洋的塑胶减少8成以上。If it were up to us, we would be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need for reduction and stemming production of plastics and putting restrictions in place, for the continuing production of disposable, particularly single-use plastics. At the same time, we'd be requiring corporations and companies who are, the main purveyors of disposable plastics to invest in alternative delivery systems. 除了降低塑胶生产甲消费成长，研究人员提出的办法，也包括以纸甲会当分解材料取代塑胶，设计会当回收产品甲包装，伫中低收入国家扩大废弃物回收，支持非正式的回收机构，成立专门设施处理无法度回收利用的23%塑胶制品，以降低废弃物外销。这份研究报告同时也建议各国政府为发展民阻碍新塑胶的生产，并且提供补助，予会当回收的替代性制品。不过，这方面的立法行动遭有塑化产业甲民生塑胶消费性产品大厂强烈的反对。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学家陈明仁投入台语文学创作已经有60年，也发现讲真侪人的台语词浓得了了，伊也甲出版社做伙出版有声册，希望台语文学的水会当继续流传落去。简单，我家己听到。无语，静声。用正港的台语开口来读家己的小说，陈明仁展现出这几十年来的台语底子。伊讲，伊就是要甲台湾人用过的故事拢写出来。我这个年岁拄好经过这个，拄好这个接这个无，这个较忙，我想想，干那我会当写呢啊。我若无甲真咧写吼，袂使。啊，你若写做一般的记录吼，无人会看，所以我要编故事。用小说把这个物件写出来，人才会去注意。我主要是要把这个台湾即款咱较早有的语言啦、价值观啦、婚姻啦、爱情啦、信用这物件有无？拢包括咱性命这物件。陈明仁表示，语就是有声音的，爱写台湾人听有嘛读有的作品，才通加做伊心目中的台语文学。这款的理念，连前话出版社的社长林文钦也真认同，和伊长期合作。台湾产生的故事吼，有迄个台湾产生足自然、足亲切的，佮经过伊写出来，伊足水气吼，足趣味的款的语调，有教授评论讲，伊的作品是真五人式的。社长林文钦保守陈明仁有语言的天分，台语讲到也真水气。听伊的册，真是会使感受到文学的气味，佮会使对册内底捡一寡传统的台语词转来。不是给他卖啊，卖东西唔是啊，咱要茶米、要罐酒、要大油，要迄落拍车单无，拢有伊的同事，无共款买的物件，也无共款同事。尤其是每一个行业，做新人讨海、做肉的，因拢有因的专业词啦。啊，这个专业词外口无一定知。啊，这拢是咱台湾宝贵的语库啦。因为我都这若无公交的，我就想要做这啦。长久以来，除了台语文的创作，陈明仁也有一个放伫心肝底的梦想。我毋是要做文学啦，其实我是咧做建国啦。因为我一生就是讲，我若有一世人会当做一个台湾国民，迄是我上大影响啦。身为台湾人，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是陈明仁一生打拼奋斗的目标。伊也希望这寡伊写的册，未来通加做台语文教材，让少年人了解台语原来有才调通写万事万物。记者李定、林坤明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28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4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也带恁来到看美国看古锥动物，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盐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糖拖的王国，糖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顶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骹，互金龟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龟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牛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英国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塔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的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奇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龟挺石棒，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龟，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牛、牛仔、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
口无牛屎，讲死牛屎久，牛屎久天就帮。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物，搁较侪种无同的句啊。今仔日大讲之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